呢排大家行開街，有冇發現一件好得人驚嘅事？就係嗰啲由細睇到大，以為會開到天荒地老嘅大酒樓，竟然一間接一間咁消失。你冇聽錯，喺過去嗰短短4個月入面，香港竟然有超過14間大規模嘅酒樓宣布執笠。呢個數字唔係講笑，係一個令人心寒嘅信號。好多老一輩會話：係咪租貴啊？係咪業主加租加到啲人做唔住啊？但我今日同大家講，依家嘅情況慘到你唔信，就算業主肯免租，甚至求你留低，好多傳統酒樓都係死路一條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震撼全港嘅執笠潮，踢爆傳統茶樓到底收埋咗邊3大致命死穴，令到佢哋喺2024年呢個時代入面，想求生都難過登天。我哋先嚟睇睇呢個數字背後嘅含義。4個月冧14間，平均每個月有4間大酒樓收皮。你想象下，一間大酒樓動輒過萬尺，養住幾十甚至上百個員工，佢哋一旦倒閉，影響嘅係幾百個家庭嘅生計。最近我行過幾間已經結業嘅酒樓門口，睇住嗰張冷冰冰嘅結業啟事，再望下入面拆到爛晒嘅裝修，真係好感嘆。以前呢度係幾咁鬧哄哄，啲老人家一早就去排隊攞位，推車仔嘅姨姨大聲嗌住蝦餃燒賣，呢啲畫面好似已經變成咗上個世紀嘅回憶。大家可能會問，點解會咁？第一大致命死穴就係我哋成日講嘅人才斷層同埋技術崩壞。你知唔知依家要揾一個肯入行做點心嘅後生仔有幾難？如果你問一個20幾歲嘅後生仔，你想去中環做咖啡師，定係去酒樓廚房攞住個大蒸籠，日日浸喺蒸汽入面整蝦餃？答案係好明顯。依家酒樓廚房入面望過去，全部都係50、60歲甚至70歲嘅師傅，佢哋係好有經驗，但體力始終有上限。當呢批老一輩師傅退休之後，根本無人接班。呢個死穴最攞命嘅地方係，當你無咗有心、有技術嘅師傅，你啲嘢食質素就會直線下降。以前嘅蝦餃係手打蝦膠，皮薄到見到入面啲蝦肉。依家好多酒樓為咗慳成本、慳人手，全部用晒大陸運過嚟嘅急凍預製菜。你食入口嗰陣，係完全冇咗嗰種鮮味，得返一股化學調味嘅味道。當一間茶樓連最基本嘅點心都做得唔好食，你仲點叫人去幫襯？講完人，我哋講錢。第二個致命死穴係酒樓嗰種極端臃腫嘅經營模式。好多人以為酒樓執笠一定係因為租貴，但你知唔知，對於一間過萬尺嘅大酒樓嚟講，人工皮費往往比租金更加驚人。一間酒樓要運作，你需要樓面、廚房、洗碗、接待、經理，仲有清潔。喺依家香港勞工短缺嘅情況下，洗碗工嘅人工已經叫到2萬蚊都無人肯做。如果你一間酒樓有50個員工，每個月單係出糧都要過百萬。就算業主同你講，我呢個月唔收你租，你試下計下數，你每日要賣出幾多籠蝦餃，先至夠俾嗰100萬嘅人工？仲有水電費呢？酒樓嗰啲大冷氣、大魚缸，幾十個爐頭一齊開，每個月嘅電費係幾十萬咁計。再加上食材價格上升，如果你唔加價，你就係蝕住嚟做；如果你加價，啲客一睇到一籠燒賣要賣到50幾60蚊，佢哋就會覺得唔抵，下次唔再嚟。呢個係一個死循環，免租只係幫你延續多幾個月嘅命，但根本救唔到你個心臟病。而第3個死穴，亦都係最致命、最反映時代殘酷嘅一點，就係消費習慣嘅徹底改變同埋北上消費嘅衝擊。我哋要面對現實，香港人嘅生活節奏變咗。以前我哋可以坐喺酒樓慢慢飲茶吹水，一坐就係3個鐘。但依家嘅後生仔，佢哋追求嘅係快、靚、靜，或者係要有打卡位。傳統酒樓嗰種一成不變嘅裝修，幾十年如一日嘅圓台紅地毯，喺後生一輩眼入面係老土嘅代名詞。更何況依家每逢週末，幾十萬香港人衝上深圳。點解？因為嗰邊嘅酒樓裝修到好似宮殿咁，
服務態度好到你唔信，重點係價錢平香港一半。你喺香港飲個茶，兩個人隨時要400-500蚊，仲要俾人限時90分鐘，啲伙計仲要黑口黑面。你返去深圳，200蚊人民幣食到你飽，仲有商場冷氣行，啲點心仲要係現做嘅。當消費者學識咗用腳投票，香港啲傳統酒樓如果唔轉型，根本就係等死。我曾經聽過一個老牌酒樓嘅老闆訴苦，佢話佢喺呢行做咗40年，從來未見過咁差嘅市道。佢話以前沙士時期，大家雖然唔敢出街，但一過咗嗰段時間，啲客係會報復式消費。但依家呢，大家唔係唔消費，而係唔喺香港消費，或者係唔喺傳統酒樓消費。好多酒樓老闆都係50幾、60歲嘅人。佢哋嘅思維仲停留喺只要我做得大、有名氣，就自然有客嘅年代。佢哋唔明白，依家係數據嘅時代，係講求性價比同體驗嘅時代。再講，傳統酒樓好依賴婚宴、壽宴、公司周年晚宴呢啲大生意。以前一個好日子，酒樓一晚可以擺30幾40圍，一晚嘅營業額就夠頂成個月嘅一半開支。但依家呢？後生仔結婚流行搞精緻嘅戶外婚禮，或者係簡單嘅輕婚禮，甚至直情唔擺酒。公司呢？以前年尾會豪氣咁開幾十圍食春茗，依家好多都係一人食一份快餐就算，或者係大家去食西餐、食日本嘢。當呢啲大額消費嘅救命草都消失埋，酒樓嗰個萬幾尺嘅場地就變成咗一個巨大嘅負擔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個月租50萬嘅場地，如果夜晚無大生意，單靠早午市嗰幾十蚊一籠嘅點心，你要賣幾多萬粒蝦餃先至可以填補個窿？呢個係一個簡單嘅數學題。所以你會見到好多酒樓開始喺夜晚轉型，做火鍋、做飯，甚至做任食。但呢啲都係治標唔治本，因為你嘅場地大、人手多，你嘅成本結構決定咗你喺競爭中處於劣勢。另外，我哋唔可以忽視領展模式或者大型商場對傳統酒樓嘅擠壓。以前屋村入面一定有一間大型酒樓，係街坊嘅聚腳點。但依家商場翻新，佢哋寧願將嗰1萬尺拆細，租俾5間唔同嘅連鎖餐廳，收5份租金，風險仲細咗。傳統酒樓體積太龐大，靈活性太低，一旦市場出現風吹草動，佢哋係最難轉身嗰一個。如果你細心觀察呢14間執笠嘅酒樓，你會發現佢哋好多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舊。唔單止係裝修舊，係成個管理制度都舊。樓面嘅姨姨可能由20歲做到60歲，佢哋嘅服務方式仲係嗰種唔憂做嘅態度。喺呢個競爭激烈嘅年代，服務質素係決定回頭率嘅關鍵。當你喺深圳感受到賓至如歸嘅服務，反到香港仲要俾錢買氣受，你話啲客仲會唔會返嚟？有人可能會話，咁係咪代表香港嘅飲茶文化會消失？我覺得唔會，飲茶已經融入咗香港人嘅骨血入面。但大酒樓呢個形式，好可能會慢慢被精緻點心專門店取代。你睇下呢幾年開得好火嘅點心店，鋪位細細，人手精簡，菜式有創意，呢啲先至係生存之道。講到底，呢場酒樓執笠潮其實係一場殘酷嘅汰弱留強。佢踢爆咗傳統餐飲業長期以來存在嘅問題：效率低下、人才流失、思維僵化。如果你唔肯跟住時代行，如果你仲以為靠住老字號3個字就可以橫行天下，咁最後嘅下場就只能夠係消失喺歷史嘅長河入面。2024年對於香港餐飲業嚟講係一個轉折點，我哋見證住一個舊時代嘅終結。至於新時代係點樣，就要睇下仲留喺度嘅人有冇勇氣去打碎自己，重新出發。如果你問我免租係咪救命草，我會話免租只係一塊遮醜布。真正嘅死穴如果唔醫反好，就算業主貼埋錢俾你做，呢盤生意都係一盤無希望嘅死生意。每一次我見到有老牌酒樓結業，心入面都有一種講唔出嘅唏噓。唔單止係因為冇咗一間食嘢嘅地方，
更加係因為我覺得香港嗰種獨特嘅人情味，好似隨住呢啲大圓台嘅拆解，又少咗一塊。但現實就係咁殘酷，唔進步就會被淘汰。希望留低落嚟嘅酒樓，真係可以好好思考一下，點樣喺呢個死局入面揾到一條新嘅生路。呢場執笠潮可能仲未完結，未來幾個月可能仲會有更多我哋熟悉嘅名字消失。如果你身邊仲有一間你覺得好食、服務又唔錯嘅酒樓，趁佢仲喺度嘅時候，多啲去支持下啦。因為喺呢個年代，每一籠熱辣辣嘅蝦餃背後，可能都係老闆同員工喺度苦苦堅持緊嘅最後一啖氣。我哋唔可以單純將責任推俾外部環境。冇錯，北上消費係有影響，租金係貴，人工係高，但核心問題仲係喺自己身上。點解同樣嘅環境下，有啲新派中菜館做得風生水起？點解人哋可以做到排長龍？呢個就係值得深思嘅地方。傳統酒樓唔可以再做鴕鳥，唔可以再將個頭埋喺沙入面，以為睇唔到問題，問題就會消失。你要明白，依家嘅客人，佢哋要求嘅唔單止係填飽個肚，佢哋要求嘅係質素，係服務，係新鮮感。如果你仲係攞住10幾年前嗰套餐牌，如果你嘅廚房仲係喺度搞預製菜，如果你嘅樓面仲係喺度黑面，咁你真係唔好怪啲客唔去幫襯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一間餐廳好唔好食，抵唔抵食，喺網上一查就知。口碑嘅傳播速度比你想象中快得多。呢14間酒樓嘅倒閉係一個警鐘，係對全港餐飲業嘅一個嚴厲警告。如果我哋唔由根本上去改變，唔去解決人才培訓、成本控制同埋品牌創新呢啲核心問題，咁今日係呢14間，聽日可能就係另外嗰14間。香港人係好靈活嘅，我哋以前經歷過咁多風浪都撐得過。我相信飲茶文化唔會死，但佢一定要進化。進化嘅過程係痛苦嘅，會伴隨住好多老牌子嘅消失，但呢個係必經之路。我哋只能夠希望喺呢場風暴過後，香港嘅餐飲業可以浴火重生，帶俾我哋更多驚喜，而唔係正反一片斷垣殘壁。所以話，如果你仲諗住喺2024年用舊嗰套方法開酒樓，我勸你都係慳返啖氣。呢個世界已經變咗，消費者嘅心已經變咗。只有真正用心、肯創新、明白市場需要嘅人，先至可以喺呢個寒冬入面生存落去。至於嗰啲仲喺度等緊政府救、等緊業主減租、等緊啲客良心發現返嚟嘅老闆，我諗佢哋嘅結局已經寫喺嗰張結業啟事上面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除咗感嘆之外，亦都可以做得更多，多啲去發掘香港本地有心經營嘅餐廳，俾啲正面嘅回饋，甚至係俾啲建設性嘅意見。香港嘅味道需要我哋大家一齊去守護，但守護唔代表盲目支持，而係要推動佢哋做得更好。最後，我想同嗰啲仲喺度奮鬥緊嘅酒樓同業講一聲辛苦晒。我知道依家嘅環境真係好難做，每行一步都係血汗，但只要你肯變，只要你仲保住嗰份對食物嘅尊重同對客人嘅誠意，我相信香港人係會感受得到嘅。黑暗之後一定係黎明，但前提係你要有命撐到去見到嗰道光。呢4個月發生嘅事會留喺香港嘅經濟史上面。佢話俾我哋聽，時代嘅巨輪轉動嘅時候，係唔會同任何人打招呼。傳統酒樓嘅3大致命死穴，其實就係對舊思維嘅最後審判。唯有破釜沈舟，先至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。希望下一次我再同大家傾酒樓嘅時候，唔係再講邊間執咗，而係講邊間成功轉型，造反起香港飲茶文化嘅嗰塊金漆招牌。大家記住，飲茶唔單止係食嘢，係一種生活態度。就算大酒樓會變，呢種態度都唔應該消失。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，希望呢場執笠潮可以早日停低，亦都希望香港嘅餐飲業可以揾到新嘅出路。大家得閒真係去飲返餐茶，感受下嗰份屬於香港嘅味道啦。